台南市歌唱艺术协会在地经营已经20年，持续推展全民歌唱优质化。为了回馈大家支持，今年摆脱疫情的束缚，选定母亲节进前5月6号暗时，将伫台南文化中心嘉义广场举办第1300场的纪念公益演唱会，号名“团唱20感恩之夜”。台湾林美的嘛协助宣传，邀请大家到时做伙来欣赏台湾经典歌谣。歌唱艺术协会成立是92年3月1号，所以我们就把它定位为就是20年传唱20年。那20年呢，今天呢，我们就在5月6号下午6点，礼拜6号6点到9点就在我们方股长你所管辖的这个假日广场，也谢谢你，谢谢科长给我们帮忙。那我们就在假日广场做一个扩大的公益的演唱，叫做传唱20感恩之夜，也是顺便关怀我们的弱势。这个关怀弱势里面，我们有义卖书要捐给这一些就是弱势的团体。5月6号晚上6点半，在我们的文化中心的假日广场。即将会要来做一个就是有震撼性的一个表演有震撼性，不收门票的。会中该会理事长嘛是协选全球中华文化艺术新团中心贡献奖的陈吉山，到时会伫现场抒发创作甲观众互动。同时5月12号开始，伫文化中心卖举办传承甲创新的书生书法展，互大家来体验因智慧创作的结晶。台南新闻军及林银庚采访过的。